时间到。啊，这个，我觉得是这样，就是看到。
领导、各位来宾，亲爱的父老乡亲们以及远道而来的客人们，黄平县第5届聚乐文化旅游节开幕式演出到此结束。是的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美丽的玉崖，我们黄平等您来。朋友们，我们来年再会，再见。请参加今年4月8民族舞比赛的。 我
要大鹅叫牛强手，西鹅叫野马，西鹅娘皮奶白，西鹅娘皮奶甜，西鹅能多手法，西鹅能多快个外，狗鹅爱多老外。八个爱到枪啊毛，谁个打皮脚呗？谁个打皮脚？秋一个喊秋毛秋，西个喊秋三个嘎，外个集中天嘎，大个集中天啊，八个熬当切嘎，一个米多刀啊卡，一个豆腐皮胸。二个豆腐干家，一个做大街下，一个俩大街一，那个米多手呀，那一个多年那个王，有一个两几给我，有一个两几给个我，就一个大皮脚呗，就一个大皮脚，老牛一个地皮脚吧。大一个脚个西个嘛，大一个脚个西哈，大一个脚个西个西，大一个脚个西耶，大一个脚个西个八，大一个牛也鸡八，一个手脑穷啊嘛，大一个鸡多大多，两一个家就八个多。你一个家就该写，大一个鸡从三个说，你一个嘎巴两头，两一个来归那个归，同一个肉皮馍，他大一个鸡里头鸡，鸡一个加油火豆，两一个肉皮鸡个卡，我一个肉皮馍加，六一个百年啊。你大一个东啊一，两小一个嘎包比个下，你一个老苹果，姐呀一个老盖松啊娘，大一个豆腐楼，大小一个对上楼啊谁个阿多呢？嘎谁个阿多硬啊哦，就一个阿买多哦，就一个多就嘎。两百一个九熊八九，熊一个来有拖边，你一个长熊一三，将一个带起两个弯，你一个一皮皮接，将一个阿将多个你一个带卡九九，我一个机上学个弯，你一个一爱接力。多一个老爱别个老，就一个动物老，就一个东啊一个内，多一个老爱接机，接一个把牛当啊把，来一个修把水机，接一个蒸牛当啊酒，呀一个年里下机，接一个买爱晒个当，多一个就到说，谢谢。春意盎然，青山绿水，舒我情怀。有一支来自新洲镇美丽的横坡山村群众文化业余歌舞队，令我们肃然起敬。他们全部由一群留守妇女组建而成，他们勤劳善良，有激情，有拼劲。他们白天劳动经商带小孩，操持家务，晚上聚在一起唱歌跳舞，自娱自乐。他们不断研究和传承民间民族传统文化，起到了巾帼不让须眉的表率。如今，他们每家每户都有宽敞明亮的别墅洋房，舒适豪华的轿车。他们已率先跨进了小康生活的中国梦。祝贺他们！一曲情歌两人唱。
摆在商场的。
现在表演的是7号。
在大门那等你哦。你找他们好不好？看他们在哪里？人家都不怕，我不怕的。
来自东坡幼儿园的现在我做了嘛？有音乐。 有啦。
好。